係啊，各位聽眾，嗰陣歡迎到嚟收聽邊啲好嘅節目，我看到我前頭困上就是講，我哋嗰啲 edit 一條是即係俾檢查落去，你頂禮拜，我諗講6點鐘了，即係3:8佢出現，佢會隻大好事俾嚟咁樣報告。你講了10分鐘嘅講了，10分鐘啊，我係啲6點鐘啊喎，10分鐘啦，10分鐘啦，冇啦，所以即係兩禮拜。ว่า本地講係短嚟啊嘛，所以ว่า搞阿威別短嚟，因為我要做一個 exhibition。對，你講你 consulate 前本身咪聽看到你嘅 something 嘅啊，so 我做 exhibition about ว่า翕檳榔嘅小影咯，แล้วว่า actually 翕真正ว่า有一個 body of work 了嘅，so ว่า有參加朋友伊人最好我有兩個朋友伊人是開tea shop 嘅啊，เขา講話 tea shop 叫咩啊？大樓啊，tea shop 係大樓是 tea shop 是有啲念頂嘅，是佢大樓就是成個食點心咧。念頂唔是食點心嘅，是念頂了會俾大橋咁嘅關係。OK，是叫大樓，最早咯，唔是啊，對大店嘛，大店嘛，念頂店，念頂店嚇，我看到隻漢德嘅小影，我諗看隻。說要笑，那不是去那小影，十八小影。困了吧？冚了就啊？對，冇人了，得了嘛？對，這間冇人了，都實啦嘛？唔是，KFC 對面咧。對 KFC 對面咯。古早咪都實嘛？哦，這個 operating 嗰件事啊，冇人了我話冚了，冇了誒。Come here. Anyway, 可以講嘢歌數，來可以講嘢歌數，唔通去個 polo 去。polo。所以我有男朋友人開大店嘅咯，แล้ว伊人嘅大店本有一個project，這是到底法國嘅到底法國，แล้ว伊人有問看我講愛唔愛做隻 exhibition 咯？because 伊人看過我嘅小影嘛，แล้ว伊人本 feel 到講quite hard 伊人嘅店嘅 branding 嘅 direction 嘅咯，so ก็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to prepare 咯，แล้ว做出來這個 exhibition 有3個 part，第一個 part 是小影咯，right？ so 小影，แล้ว第二個 part 咧是一個 collaboration with 伊人嘅 brand， 伊人夾我嘅小影 pair กับ伊人嘅大hiệu。哦，每時係你邊兩個小影啊？是，แล้ว第三個 part 咧是ว่า decorate 伊人嘅 window display。哦。so I 看下。I。我 try share screen。share。應該是A 個。你都把 share 過？應該 A。你把 share 過我會記。我 share 過。because 伊互人看伊個 lamp。對。個煮嘢阿莫知係叫。我別記，我可能會記伊 lamp 呀 ，because 伊 lamp 就水。哦，伊花掉，伊係你食貴嘅花。對，就水。也對嚟啊！I 看過。我別咯。也對嚟啊嘛。冇別。按照 share screen 呀。你去即係 share screen 都青色嘅，就把啲 green 嘅。share 啦。對 share。OK。try 下。一塊掉。等陣我哋 add 女正先啊，我俾 add。塊掉啦嚇。OK。好的。so 小影嘅是這邊咯。哦。你塊掉。水。so 是 so 這個咧是6年前翕嘅，當今唔是安尼款了嘅，伊所在無相愛寧
伊愛擰換了，因為擰歹啊嘛。所以我 suka 伊個色，แล้ว我做一個來翕一條小影 composition 本真正型爾咯。แล้ว你看啦，人愛 vandalize 伊，特別係你人 illiterate 呢。是蝦米spelling 本寫錯。divided。哦，divided。我看到你介紹，特別我冇去 zoom in 㗎，你見去看。是，so 這個 is like a little like tidbit yeah tidbit or like 這個 like 你 Easter egg like 互人看物件咯。對。so 這是到底咧，這是到底咧大點嘅啦。這個壁是底下咧大點嘅位。OK。แล้วชุดนี้咧是安尼款咯。這個較細條，這 like 這個 frame 是30 times 24 cm， แล้ว這個是較大條嘅50 times 65 cm，安尼咯，安尼款。這個是數 Yeah, actually it's quite interesting. 真濟人 find it attractive. Because 伊人因為伊人阿毛人話，哈你雖然檳榔伊人會係見招長啲厝頂嘅，是唔是你人嘅 style 嚟？แล้ว講無，我講這是 the only one 我找到，แล้ว我看本真係 interesting，แล้ว我翕咯，แล้ว拄好個有鳥飛來飛去，所以我翕咗幾條。一條就是伊 shadow，甲了解水咯。你人講水安尼咯，然後翕這觀音頂後尾拿刀講，伊紅介紅爾，我介熟噶。Because 伊 black color 嘅 background 嘅樹，所以佢哋紅色 pop up 出來。是咯，แล้ว我 feel 到講，因為人檳榔本真係濟紅講經嘅嘛，แล้ว本真係濟拿刀講嘅 shrine。伊個這個細個 temple shrine， so 我 feel 到講本是人嘅一個 culture， so 我翕咯。แล้ว我看這幾日我愛買，那都講會使夾幾日一擺嘅。會使啊！我買幾日過去。擺一件，伊哪裡？伊邊有應該是哪裡拿到嗰邊咯。as long as 你無擺小白殼，伊都袂使賭白殼，伊就對啊。是咯，แล้ว這個伊人本 feel 到講真水，แล้ว這個本是一個，這是 cafe 嚟嚇。對，這是一個 cafe。我上捌去過。My friend 嘅厝，你去過對哦？有捌去過，我有一條小影。名是袂記啊 ，Chapel 啊咩啊 ，Chapel。Luna Bar。Luna Bar。等我試試，你看下這是18年、19年翕嘅。所以你看一邊有一個樹欉。2018啦，唔是18。這本快久啊！你一邊係樹欉較久有誒，當今斬掉啊。แล้ว伊是唔是伊隻親嘅伊個厝？嚇。แล้ว伊個 cafe 是頭前是伊啥伊個 bar， แล้ว是個中午個一站是啥就침姐那款嘅時候。對。แล้ว這是 showcase 人檳榔like quite 講 architecture 咯。因為咱檳榔本安尼款嘅厝嘅嘛。是講我嘅 friend 伊是 landscape artist， 所以伊厝真正濟樹欉。係啦，一隻咧，我想款嘅長嘅了誒。是咯。我這條小影，我嚟看下，這條等陣我看看，唔對，唔對 ，sorry， 等陣我換者，second， 這裡好，是唔是這條小影是合併嘅？我會記到啲，應該是。伊個中位正
長嘅 before 就慢嘅就慢。對，是即水。แล้ว這裡本是啲 I think around Armenian Street 係你酷嘅位。so I think 這是隻 hotel 啊，แล้ว伊人擦葉壁這裡食，我真熟噶。葉字頭嘅了門快水哦。แล้ว這裡追這裡梗我不要講，特別你看落去了，梗係成個 abundance 了，梗係爽呢。一個隻國家呢，你個你學同行你內坑裏面。是，แล้ว葉會葉貴個唔是安講到啲托卡啲地主講，唔是地主講你。有天講甲地主講。地主講嘅對。對。แล้ว葉貴嘅水咯，แล้ว當今這裡厝無了就有。葉 owner 係搬出去了，當今愛賣哦，所以 I think 葉tenant 搬出去 sorry แล้ว葉 owner repaint 過擦過嘅了就所以變無安尼水了。無一擦成個dark chocolate 色。我哋睇這裡傾啊，葉梅一行啊，葉傾嘅了，這裡食嘅嘛，一過擦過時係一種淡 chocolate 色嘅，係種只 conservative 嘅色啊，嚟淡 chocolate 嘅色，แล้ว無嘢咯。你看啊，我是雙木，應該是。木裏頭啦，雙木啊，無啊，這是水嚟喎，水河對河，無 OK，我有一個 theory，我有一個 theory，你看伊規個 design 啦，actually 伊是落雨嘅。伊落雨，แล้ว伊這邊落嚟一地，有內隻，一隻紅嘅地了紅。伊紅地了水，所以成個路 abundance，所以水一支是成個水滴streak of 伊水落來伊紅嘅，係內地紅線了 ，OK。是，對咯，但係我看了落去真係 abundance 嘅感覺咯。但你看伊裡面嗰啲 plastic 嘅膠印喺度邊？是咯，แล้ว這裡是 first part 咯。你講鹽喎，鹽啊，但這裡是水來喎，這裡不是木，這是水，這不是木。這是洪水嘅啦，水流入來嘛，仔嘛，你問你啊？你啲內地硬咯，佢哋成日有內硬咧，諗住啲。แล้วอี tea pairing ว่า本做 catalog 啦，我唔知攏會看到。tea pairing 是安怎 pair 呢？你買大佬學到一張 postcard 上面安怎 pair 嘅？無伊人 OK，so that still 在伊人嘅 boutique 入邊賣了，是講我 provide 我係小型嘅咯。So 這個 series 那連掉那看小英安怎 pair？就是 OK。So 我這個 series 是叫 Short Stories Volume 1。แล้วteam 是 Penang in between light。OK，แล้ว我寫一個 little poem 啦。อันนี้咯，แล้ว我學嘅我得讀咧。I try 哦。The air hums 風吹都無快都無慢。唔是吹。我 Chinese 嘅 version 呢。唔係我買影響就 Chinese， 風吹嗰邊都無快都無慢。真想哈哈哈哈。風吹話是哦。一輕輕啊，一輕輕吹啊。冇辦法嗰邊，咩風騷嗰邊。安尼咯。
แล้วแล้ว咱怎pair我少無明白咱怎 pair 來 so okay so pairing 咧是伊人 pair so 什麼意思嗱 so 伊人 pair 好話so 這邊咧嗱對啦一條小影有成一條成我們成嚟叫咩嚟 Polaroid 然後加伊做伊壓啦so 這裡咧這裡ที่ pairing 嗬因為人小影但係到 print 啲紙嘛so 我 feel 就講有淡薄 boring แล้ว當見 Polaroid 伊人有出一個 machine 成個 apparel 只係細粒嚟你 actually 你本需要一個 smartphone 你有 original 嘅 Polaroid 你會 scan แล้ว接伊個 app แล้ว伊個 app 會可以 reproduce on 這隻 Polaroid so basically 是嘅一條小影去 re-expose 啲一個 Polaroid 裡面so 做出來咯แล้ว我經了at least 你 mass print on 你用個 printer 嚟 print 啦明白是 so 我經了這個條咯แล้ว我經了你做得啫你都要做得啫人做20壓呢 so 一個 Polaroid 有4個 edition OK แล้วว่า伊人嘅這裡是伊人嘅店嘅名叫 Artifact but 伊唔是真正伊唔是普通嘅一個大店呢伊人嘅是有 France 嘅 Collège culinaire de France 去成個 recognize 伊人嘅法國嘅讀書節對so 伊 every year 有談到這個 recognition 呢so 伊人本做真正濟 I think 對 French cuisine 嘅 contribution 咯 through exhibition 隨到你啊是安怎樣安怎我啉茶啉甲捌伊人嘅其實都已經捌 OK 一隻茶是燉能茶啦也是冇上嘅亞洲茶燉能茶燉能茶有日本仔茶本有我個人買過日本仔茶上甲Myanmar 那邊嘅有茶園嘅嘛所以有時伊人本有 sauce 那邊接來伊人真正 hands on 嘅伊人會飛過去迄個國家嘅茶園แล้ว去拄伊人嘅 farmer 嘅了安尼款呢即個法國呢個好嘅人是介好嘅人嘅之類so tea pairing 咯แล้ว伊 packaging 成日款伊後尾個有寫 French กับ English แล้ว成個安尼款哦 like Archer Street 嘅一個 mosque 嘅 minaret 安尼款咯แล้ว啲咩แต่แล้วก็ทัน燒就小影嘅款啦對แล้ว你這個小影來安裝去用日本對so 我這個 actually 我本上好了我 Polaroid 會做真正濟 collaboration 嘅 so 這個伊人干那夾4條 for each Polaroid so 5個成是20包嘅了咯แล้ว嗱這個本事咯這觀音頂他直接觀音是參鐵觀音哦呢啲有騎落士嘅觀音是參鐵觀音但這個觀音頂因為伊這個螺是擺香嘅嘛燒金紙แล้ว插香嘅了嘅話經 smoky 擺牡丹OK 真正 smoky 嘅味你經本來的還是差唔多人白白經嘅咯伊人有時 propose 我 feel 到講無蝦米合 because 是我嘅 memory 我嘅記憶嘅了物件有可能伊人本唔知觀音頂是安怎款嘅伊人看成個伊人看這條小影伊人本唔知因為咱邊人咱是講到係你 Georgetown 嘅觀音頂就是插香燒金紙真正濟煙呢
伊人毋知嘛，即个，所以我本家人講，actually Smoky 白牡丹個只嚇即個，然後人講嚇，OK，我就係 Smoky 白牡丹落去哦，所以下一節吼，我對着我朋友，伊人講即個燈吼，因為我甲伊講，我講我翕了一條小影啦，是毋知2014年15年翕嘅，了我 after 過後啦，我直直等了，伊人閣再調即個燈去翕，你知無？了過後無了，伊人就調就帥。哦，無咧窒啦，就是講伊無安尼窒嚇，了我朋友，佢讀燒魚啊嘛。無，我朋友講哦，特你是愛看人地安怎哦，無愛看人 sponsor 做濟，互伊人去調這所以燈。你使看100塊一粒燈，你看呐，แล้ว伊就一類就調開一粒燈啊，就無電這。我毋知伊人安怎較人 sponsor，還是蝦米，特別聽遐文真正貴本咯，因為觀音燈安尼大嘛，如果愛伊人調安尼濟燈啦，阮是真濟類本咯，所以我就是直等無咋，就是一條小影爾。แล้วชุดนี้แต่ตอนนี้ก็แล้วสิก็จริงตอนนี้สิค้างนี่เราบ่掉ตัวจีแอแล้วอันนั้นเราไว้มาให้ฟู我暑假是因為你看伊這個 grill 嘅位下股個安尼 design แล้ว你看伊成個 Honda แล้ว當今人成個 renovation 哦起厝新厝啦伊人用嘅物件是真正 modern 咯แล้ว伊人 design ก็แล้ว minimal 簡單嘅嘛แล้ว無成個這邊下水แล้วก็伊甲個下模式個科肥晒咧是咯堅嘅模式對所以當今找無了嘛安尼物件嗱，แล้ว這就是客觀應所以這是剛剛教你我翕嘅是成個人會記有Galaxy 嘅係bronze statue 伊拉嘛是起好了咯對แล้ว毋知有一嘴還是蝦米 organization 講安尼下掉 exposed to 這個 harsh weather 會排對แล้ว伊拉愛起一個對去炸伊咯所以剛教你我翕嘅時是伊拉會調啲起好了嘅哦厝頂也未看過厝頂也未看落去嘅所以你看到伊後尾有藍天安尼แล้ว伊會調伊會喺你頂水本都知哦你看伊 carving กันแล้วso 安尼哦so 這本是檳榔嘅一個 corner usually 啲 Georgetown 裏邊嘅แล้วI think 這是多一個 backyard แล้ว真正這球場我真喜歡แล้ว伊人 pair with 一個帶叫 5-3 white tea Burmese 啊為什麼Myanmar yeah แล้ว後尾我簽名先嚟看這 sample 嚟啦因為 zero 嘛這是對了 edition 嘅แล้วอันนี้咯แล้ว你對嚟檳榔冇 continue 你即係你去 cafe 啊做แล้ว去買你帶冇這帶是伊朗嘅我冇睇嘅對嚟冇啦對嚟是去報告 collaborate กับ local Malaysia 嘅帶嘅店啊 maybe 日本แล้ว last one 是 the window so window display 檳榔嘅人買是嚇 no call 免啊我家己翕我家己嘅相機翕我對住家己印過
啲 immigrant， 这是本来你 tourist，你知道講你 baby local， 我喺台灣咪壓你講，我喺台灣咪壓到笑起啊個。我是愛壓我買嗲，你我家己嗲我愛伊壓水。對啊 ，so 這是 window display，我嗱，成個資料我有寫淡薄我 manifest 出來，講係咪數我 and passionate on 這個 window display because 咱 Georgetown 嗰邊嘅店厝哦，佢估咪是用鐵門嘅料嘅嘛，然後有真係這種 design 嘅，然後我真係particularly 喜歡這個 design 是，伊是會 fold 嘅字嘅嚇，即係accordion然後一對，然後一字唔是係一種大大哩粗粗嘅就，伊是較搖了一隻刀嘅，對，細版嘅，我喜歡。然後伊細版了後，伊頂面伊人個用 machine 拍空嘅，有拍花嘅pattern出來嘅，所以我喜歡，我真係喜歡這個。我係真嘅，但我你看到，你看到你有真掉啊嘛嗬？對，你看我一啲個隻 Polaroid 翕喺邊興下，所以我寫這個 manifest 出來咯，有 French 有阿毛有 Malay แล้วก็有中文咯，แล้วอันนั้น咯，所以這個題目咯，แล้ว到處邊嘅咧是 actually 我係買房間嚟。哦，所以我下個細漢甲大漢啦，我直直看到這個 pattern 出現，成個對面嘅咧嗬是 actually 對面我人嘅neighbor 嘅花，成個伊無看花呢嗬，伊花對過來啊嘛，照過來，所以伊出來一個安尼款嘅 pattern，我袂曉按照叫這 pattern。伊 light refract，I think 伊有呢玻璃是咧花嘅玻璃咗。對，แล้ว一啲咧，你看我翕起天嘅嘛，佢咧是 moon 嚟，係是月亮，特別 pattern 像，成個魔鬼安尼咯。你知係 pattern 是係咪 pattern 咯？係渣人嘅類啊。哦，字。係你就風水啊，大家以為動物就時時應該嚟白做劍嘅一隻嗬。係你掛龜嘅劍嘅對。所以你看咯，แล้ว你看成個淡薄我講嘅伊個這個梅拍空安尼咯，所以我夾這個knowledge inspiration 參起來，對，我 memory inspiration 參起來，所以嘛變安尼款嘅物件。即係你這是茶啦，你做什麼紙上面這是 material 上面？這紙嚟，I think 300 GSM。哦，一嚿啦300 gram per meter，แล้ว gram per square meter，แล้ว一坑即我自己刮出來咯，自己刮，แล้วผัก灰เนี่ย出來，แล้วเอาไว้拍灰，แล้ว這裡本事咯，這裡 semi transparent 嘅嚇，本是真係變靚啦，因為人本有用係一種成個。你知啦，厝頂哦，有個人愛用天花板用 plastic 嚇，円板 plastic 嘅，特別伊人愛伊個罐，伊人愛伊個罐，所以用 plastic 嘅，get the plastic 嘅円板，所以照住成個 semi transparent 嘅款嘅咯，แล้ว你放進來呢啊，有香有石。石車梯咯，石車梯，佢拿嚟打啱皮，石梯嚇，แล้ว伊人這裡帶點咩？伊人唔俾這裡帶歌係咪個了？成個係帶out啊是係阿薩卡米年啊，伊是帶 out 啊是係阿薩卡米年啊。係咪嚟？但後來阿薩咁樣其實係少咁樣嘅，應該是啲 out 啦。
一是舊嘅地拗嚟， actually 嚟按照樣本嚟用嘅up 要 to 打 you 我應該 CDL 啦係咯，so 你嘅嚟點樣冇我每位事？ friend 我講你愛 push 你到咗隻 product แล้วอีเขาว่าขวาจะเลยแตกก็กันแล้วก็โอเค咯แล้วว่ากับลูเตาไต่起來咯แล้วว่า做อี prop อันนั้น咯แล้วเอาไว้一條是這了所以做起來是真正 simple but 一啲啲我 feel 到講會 attract 到人啦因為我把伊6-7年哦伊人嘅 display 啊都是這個 IKEA 嘅鐵嘅圖了咋แล้วบักว่าคุยบ่อ้อยแล้วผู้ปอแล้วแห่แต่ก็แต่เอาอัน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แล้วก็รู้เขาว่าจะได้ chance ว่าการรู้ redecorate face like yeah แล้ว corresponding to ว่าหลังจะเลย collaboration and exhibition 咯แล้ว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做啊真 alive 啦 like 真 like feel very alive when to collaborate in a kind of project creatively so 這是你本地會對嚟特別你有 because 你係你 special exhibition 留掉แล้ว這裡是 add on 對 on top of that 個做掉這 project 是 so 這裡個了做好了嗬我人就是等了 opening 了嘛so opening 嘅整兩三禮拜我寫一個 pay ที่ embassy Malaysian embassy ที่ Paris 嘅會 just to notify 講我有做อะไร款嘅exhibition แล้ว講 maybe 你人 Malaysian embassy 裏邊做工嘅 staff Malaysian or whoever 有閒還是有 interest 嚟看來看一下是安尼咯แล้ว我冇อากา來介紹講哦係咪屬邊咧呢哇แล้ว一人收到批過後2日過後啊嗬ambassador 我說這裡 happen before the embassy involvement okay so ambassador secretary 之後 contact 我就應該我留 number 有人 contact 我講Mr. Fu 我能收到你嘅 invitation and pay like you know but 還是 ambassador 冇應去你 opening 我講 opening 第4嘛又係講伊冇應去特別伊真正想愛 meet 你 because 伊講伊第一道看到 Malaysian 做 an art exhibition but collaborate กับ真正一 area แล้ว is also like selling like 你嘅 hometown 邊 is also part of Malaysia 嘛so 伊講伊係拄你 before 你 opening แล้ว講我愛得มาใจอาศิเอาจิตอูเองเนี่ยแล้วก็แบบ anytime บุญโอเคว่า對了 ambassador 嘅時間咯แล้วโอเค咯แล้ว等4個點鐘過嚟，伊講 OK 後節我能 set up meeting OK 咯แล้ว佢對伊快少人啊，成日是40幾歲人เนี่ยแล้ว伊真正 supportive 伊互我的一個 vibe 是真正 supportive of like 我人做的物件so 我甲伊meet過後我人 like 我人有講真濟物件 like 伊問我 background 係咪屬邊人或者你問個真正濟啦แล้ว到後尾伊 propose 我一個物件伊講我有做一個 event แล้ว is like the week after 你 opening 伊問看我會使夾幾條小影來佢係邊單年叫咩單年會係單年咯嚇大煙大煙啊show off 大煙 means display 單啊嗱講展覽啊單年嘛大煙咯大煙啦大煙 so
so 叫我去那邊下幾條咯，แล้ว伊本無講I 下面伊 just propose 我講有一個，แล้ว伊真正 hope that 伊真希望講我會行幾條小影去那邊咯，伊無講係幾條，無下面伊干那，yeah。แล้วก็โอเคว่าก็โอเคว่าบุ้มบ่มี any question ว่าก็โอเค I'll be there so อีตัว arrange ว่ากับอี secretary details ก็แล้วมีกั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เอาแล้วก็อีก็ว่าหยิบ一個 photo แล้วแห่ที่หลังembassy website อะไรควันว่าtouch 在哦，因為我唔知伊人會安尼款 supportive about 我 because 我住喺邊10年啊嘛，我敢若收到嘅 embassy 嘅 email 是Hari Raya open house 嚟夾物件啦，你了解哦，แล้ว我冇去講伊人 ambassador 會只落手去拔人。Malaysian 大機國like 愛去載人嘅 project 也是係咪 like 我唔捌 experience 呢物件，but 這個 ambassador 是舊年巴魯加過來 Paris 呢，so it I think 做伊有 way 加สิ่ง款น่ะบ่ฮะ hands on 咯嚇，就是講伊愛捌รู้到底做下面，伊係知รู้做下面嘅款咯，唔是干那請你去 open house 嚟一隻物件咧，so 咁當咯，แล้วอันนั้น咯，แล้ว準備กันแล้ว ambassador 教講你嚟時哦，你特別請 Malaysia 嘅 traditional national costume any national costume 啦，伊講你請你like Chinese 係你鄧人衫，還是來景嘅另外一本แล้ว伊講บัด對 safe 你請baju Melayu 我講OK แล้วว่า景 baju Melayu แล้ว你幾時去除掉啊？即係俾啊？OK 冇俾我家姐朋友，我家姐朋友就個有啊，佢除掉啊，佢除掉啊，水啊，แล้วก็เอาว่าก็ตู้เดียวว่า8-9年前嘅朋友，即係查某，伊是中國人嚟，伊下個比我肥，你知哦？一散去，散過我，แล้ว伊來嘅時候，我知伊啊，所以伊做伊物件先咯，嚟伊 greet ambassador greet กันแล้ว VIP กันแล้ว，แล้วก็伊來我係是 like 直笑，你知啊？我笑未停，因為我人下個真少嘅，然後人個白白去旅行過，然後佢又問伊我講你是不是跟中國大使館工作啦？然後伊講 No，I'm an influencer。然後我看伊 Instagram 入面冇個2,000幾3,000人呢，然後OK 啦 OK。influencer must you do we start somewhere? Yeah, but it actually okay. It actually starting 嘅時咧 ，Instagram 冇個300幾人呢。แล้วก็เอาว่าเรา lost contact for a while because ว่ามึงกะกิจวัตรมีแก่อีบุญ做嘢มีแก่แล้ว你去到係法國去辦咧，是到去辦？我喺 Paris 辦嘅，แล้วactually อี是 okay so ว่ากับว่า photo a professor photography professor ก็是เป็นยูก็ I think อี70幾歲啊，แล้วอี下個有一個 girlfriend 呢，อี是日本人，แล้วอี叫我กับอี人去旅行，去意大利、巴勒摩、ซิซิลี係邊旅行，我講 OK，แล้วอีก็講我 girlfriend 會帶一個 colleague 過來，so 這 colleague 佢這查某咯，so 人4個人 ，so friend 啊 ，like quite nice，แล้ว巴勒摩本是真正水嘅一個 city，actually 巴勒摩真正像邊個你知哦？真正像，伊個 vibe 伊個了，伊人 Roman 成個 Roman 嘅 architect
architecture กันแล้วอีหลังไอ้ plaster หาจิจ้องเหล่าแล้วลุดเสกขอบขวาจินจะสวยเยอะใจโอแล้วก็เอาอีก็สิเจไอแลนด์อะไรมาแล้วอีอยู่หาจิจ้องsea breeze ที่ deteriorate อีหลังเอชูเปียฮาเลอูหาจิจ้องจินจะสวยเยอะแต่ว่าเกี่ยวกับจุดปฏินะเดียวปฏินะเดียวso so อันนั้นเรากับบัตรอีโร่บัตรอีโร่แล้ว这里查某一小嘅一夾肚一夾肚甲咱去旅行你知哦แล้ว咱食物件時哦一條啲 order spaghetti แล้ว叫咱翕伊夾肚食spaghetti 你知哦伊就是安尼款嘅 influencer 咯controversial 啦噃真係 controversial 嘅แล้ว上海自從18年Dolce & Gabbana 有做一個 fashion show 喺上海嘛，特別叫 boycott 㗎了嘅。就會記。因為伊拉 campaign 有一個是一個 model 用度食 spaghetti，Chinese model 用度食 spaghetti。spaghetti 食係咪意大利係咪係咪那邊有豆呀有。อันนี้ความ係 spring roll 啊呢spring roll Canoli อีกตัว嚟。แล้วก็เอาฮาเลมีแกตัวเสียว่า想到這雜包咯。because 特別伊樣嘢，你 because 樣是講 cultural appropriation 嘅，係你是伊唔是，即伊是特別伊是唐人嘛，所以伊無想啊，就是伊對中國帶中國去就是佢世界食，然後呢，是咯。So อันนั้น咯ว่า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เก่งเอาสีเดียว小英這是ว่า regular size 啦แต่ว่า exhibition นี่ว่า minimize ลง來 because ว่าฟีลกับ優秀แล้วอันนั้น咯แล้ว如果講你白你產品我點樣白你產品ว่า產品白錯啊 actually 伊是白掉แล้ว你個 research 啊自己 research 嘅產品白還是你朋友 research ว่าเดี๋ยวว่าหัวหน้าเป็นยุบุกว่าปะแล้วก็อีกตัวชื่อ research บุญแล้วแต่พี่ว่าตั้งฉากปะเอซีอ๋ออีหลังถ้าเป็นอาบังขวดเดียวอีกก็ no เท้าไป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ท้าแล้วอีหลังก็ปะแล้วแต่พี่อีปะ小等หรือเปล่าโอ้อันนั้น等นี่ว่าผมเป็น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ตะอีเต้าเชิงสัมปิน因為 normally 巴珠馬來語我冇情產品嘅嘛，你情產品呢就是真正 official 對所以我白錯這裡，แล้ว佢เอา embassy 一個 club 一件過話就查某係包肚東嘅了，แล้ว伊本塊伊講話本塊 open 嘅，伊講話Mr. Fu are you married 個？kenapa？แล้วก็you know usually the guys when they wear something if you're single your something cover above the knee 個人嗰個 dress code 嘅喎有 meaning 嘅啦แล้วอีกหัวว่า something 冚กันในโลอุใจอีกแล้วก็ตาเปิดไอตุโต要讀牛啦，有你個愛嘟嘟，好笑㗎，好笑。但係因為好啦，因為冇搞講叫我跪白跪啊，成年嚟，我呀，但真 positive vibe 咯，咁樣，然後 and then 咯 then 我朋友個翕畫，嗰啲 exhibition，這是畫，แล้ว這是畫小英嘅了，就你貴 print for 這裡 particular few 幾點？冇，這裡是話 already existing 嘅，so 直接愛買話打包啊，send 好要。OK，有 video？有啊，這裡 size 有幾哪裡，แล้วว่า我就講啊，ว่าสาเป็นยูเบว่าหอยลัง friend price 啦โอเค discount อะไรกันเนาะแล้ว
了解一人互我 feedback 是講，actually 我嘅小英是真正用掉。嚇，應用應擺啦，應擺到出去。應擺啊，應擺。所以我唔 feel 到講，係這個，係嚇，即嚇即係人嘅處位掉。即係即係處即係應，係咪 with that goal 咯？是。So and then 咯，แล้วand then 咯 then 我人做下啲 event 了，我都捡物件打包為luggage，แล้ว過幾個月我都背啲嚟啊，我攞三支整個包夾搞邊嚟呢？哇！我都攞三支整包搞邊嚟，我叫阿德，你話阿德，我成日困起來特別是冇功夫。我你 ambassador 我差唔多了。哦，這是一代啊。So 一代我人 preparation 嘅是包嘅了咯，我人白包。5 trees white tea，加把烏龍，wild purple raw 普洱。我嘅話，你講幾時搞？幾時整啊搞？佢拜字搞。拜字搞 ，OK。你行大學對哪有無哦？我有 purple 係 purple wild purple raw 普洱，我有 smoke。你行對下你厝人自己都朋友啉咯，白白出來啉茶呢。哎呀，發生我個無緣嘅，你知道對未到咯？哎呦，唔係經30年嘅事。30年啊！到30年。你燒掉伊個大學我30年嘅事。不，我唔是愛大學，唔是講愛甲我翕咧就一班小英啊。哦，OK 30年時，我咪穿 costume 是，咪喺裏面等30年啦，咩拄到是 ，because 我特別計appointment 咧，佢睇做 full makeup，一啲呢。I think 檳城係除掉所在，掉住班嘅衫。有咩咧？但係應該冇看啦。但係伊冇看，我未識過嚇。我有係咧，咧掉來咧就掉住班咧係咧查某啊，唔係嚟嘅講嘅。叫做咩啊？叫做 Theatre Association 啊，什麼嘅？以前係咩做潮衣館啊？什麼？潮衣館啊？等陣即係。一年佢公司邊個嘢？啊，每人看路誒。你冇穿衫個，唔是冇穿衫。啊，冇穿 costume。之類啦。你咪知我咪話佢 OK？這是我去做，然後我去學呢。嗱，這是。阿 John，當時你別使啲白鏡啦。係啦，冇未交啊，就冇啦，未交就冇。冇白鏡。你叫我講咋？你按咋記？這是都好啊！你或者我講頭一擺嘅時候，是。嗰物件是淨係即幾時定嘅，出嚟都係玩嘅。就是人係燒嘅。喂，先生講喂。你真係好聊啊！我計有啲計要呢，太筍啦！阿 John 你特別去แล้ว rehearse 對，伊講要做 class， 要寫 train 做5 minutes 嘅 performance 嚟講。แล้วไปเอาว่าร้านช่วยสอใจแล้วแล้ว I think บน gather ร้านไอ้聽眾淡薄แต่พี่ว่าร้าน做 styling 咯 maybe 聽眾請普通嘅衫你喺度阿有 styling 嘅啦แล้ว你整個水調住扮你整水扮調住扮 queen 我愛看個搞我一切嘅我協咯話I think 我係隨我一個 friend help 我 produce 一個 photo shoot。So 冇好，我是拍攝你講緊30年嘅時候，
30年時，我是要做戲餅卡嘅點嘛，咱嗰邊咧學嘅嚟 gathering。係咪嚟30年戲餅卡就是迄個做人做大戲嘅餅卡，你知道？唔是去訂卡咯，唔是去訂卡，戲餅卡，戲餅卡底就，特別是戲餅卡就是讓一啲個攤食迄個戲餅卡食物件，像個板醬粿啊，迄個我講唔係同人講迄個老闆佢啲物件，所以你這邊到這來時時間咱攤食戲餅卡嘅物件咯，然後特別是。我要翕嘅迄個是 production 嘅時候，應該是到啲大頂嘅，像啲戲台嘅大頂嘅位嘅就，哇 big production 咯，真係特別 retire 成10年，我冇去想要。你 book 掉 cameraman 呢？photographer 嚇，志康3個，志康3個，志康3個，佢是我特別水水，佢是我個老10年啊嘛，我係陪。嗰度要做時，嗰度去 Q 啊呢，啊喂去 Q。免啦，到做翻咧，佢搞到 Q 而家係嘛？喂，拍碟俾佢拍碟，嗰個係 Q 嘅啊喂，頭人肯。你成去吹迄個阿咩後雕阿龍去 South Korea facial surgery。去拖死。我想講。了個60歲啊，是我想個計啊，是朝到做翻別人嚟管嘅喎。想咧，錯誒。你做冇成啦，你做老孬啦。嗰陣時你是做阿媽了咯。唔係，我係做公主，我係做公主。會使有老公主咯，老公主，慈禧皇后。我準備做嬤嬤，我準備做你嬤嬤啊，你流浪。我係花旦變皮蛋嚟咯。啊！師傅，花旦變皮蛋。你 make up 安尼教，啊，對本。講 make up 安尼教。對。是講我係超唔知人咧搖啦，還是就坐樓啊樓直一轉紅葉嘅似在呢邊咧。我就哎呀掉正掉，唱哎呀，我想到又 good。而家就當我 standby 咁樣好咯。個masseuse 嚟，咱個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個 masseuse 嚟咁我笑，咁我對 good 啫。成一啦。OK，嗌下，有影啊。有影係講起sampai belacan Roldan 真水。哦 ，thank you。Before 你對那時佢做隻呢fulfilling 嘅 project。我特登看到人做嗰啲物件，像阿 John 啊，你做咩 hit 戲啊？你只 creative 咩？我看到我計驚啊，because 我冇 creative， 但冇 creative juice 本冇。真係冇咧，你搞啥個是一個 part of the creative 嘅係你啊嘛？就冇上方面，冇上方面嘅。係啦，是。哎呀啦。你來想一個 idea 了，你慢慢 elaborate 個掉。慢慢 brew 成個蛋。陣間我一個 customer 講，伊講阿生老師 ，the only creative thing you have is with figures。對本啊，你是 creativity 本對 ，number 本是 creativity。啊，我是有想到所人想30年嘅時戲白卡嘅咧 ，maybe 其實咱係 promotion，咱較早都冇翕啊，咱係 promotion 嗰陣時30年嘅時是我停掉掉就辦嘅衫，所係你是咱 promotion 嚟。promotion，你 promotion。啊，我 promotion，maybe 較早一兩年咱就俾 photoshoot 啊翕啊好，了人個嚟做。翕啊！啊，女嘅是咁樣翕啊。有人佢哋。阿會教因嘅查某，去做呢？但水水，because 有少年時俾翕樣情意。你散嘅衫，你個了無紅就成翕成啊，嗬。呀，翕個了。伊做伊 glamour shot 個了變變啦。你未住教因你查話嚟啊？但係小事啊，你是。這是你查話，你嘅查話呀？對。你話老婆咧，咪
这个是最最咧，是不是阿莊嘅後生？怎麼未轉這是莊教英？誒，你媽個路行入去嘅時，係你哈，有影成個是你媽舊演啊，like 話，like 你媽 walking you down the like wedding aisle，然後來快快咧，安尼寫報咧，你媽 very proud of ihr son 啊，你這不是我叫我寫報，你話媽叫我這辦的事啊？有影，那個人佢拍手，真係是少，對。嗱，這我有看，I think 我有看到 last week 嘅 video 嘅時候我用到，last week video 特別我可能看這唔知幾句戲。那對啦。啦，爸爸start行，你個熱手，阿張個熱手就肯定。冇啊，嚟幾 save 報嘛，那個 register。嗱，正部 audio 嘛時候，都會使噔。我依家做生劇，唔未講。趣味。人少啊，咪做本做安尼做。嗱，佢話看到幫嘅，佢看到伊阿十勒沙。個幫咁啲到後尾看到。幫咁啲到後尾。我連過去迄個 Inside Scoop 都冇記到，我頭想講，哎呀，我 Inside Scoop 我去食 ice cream 咯，我冇記到。都冇爽食咩 ice cream。冇啦，我禮拜嘅冇爽，我拜四嘅喺度去啊！你已經大時大啲 squeeze 了唔是咩？我大時真是拜五大去，特別我拜四時都去拄阿龍啊，所以我 check in 是拜五。然後拜六大病，有禮拜四 still 大病個，不到無爽。特別我連大學到5日嘛，我不到無時候半到對厝，我就搬佢去 New Plus 一段內咩？佢搬佢去 New Plus。後尾咯點啊？我實我係白，有一頭走去後尾咯。阿張你冇搬佢頭前啊，你咪拄啊。City 都 Express 啊，冇喺邊較近，免過近咯。那邊啊妹呢？邊啊妹呢？叫佢就搞啊。上落走嚟吹白磚。你吹白磚。OK， 特別我係火車去 Bangkok 嘅 cancel because of flood 呀。flooding， 然後我特別 last minute 買飛機票 ，and then the 迄個Thailand 嘅政府以後咪包一個 receipt refund 啦，特別高價當金佢冇 refund 過，特別我係了解。我甲毛包講 ，don't count on your money. Refund for what? Refund for 回車。我回車 cancel. I see. 你去到位？你唔是去Bangkok. 我去 Bangkok. 我去日本學食。去日本咧，我去 KL 去檳城去蘭卡威แล้ว去 Bangkok แล้ว Bangkok 對嚟。我到底 Bangkok 對一頭對嚟 directly from Thailand 啊？from Bangkok 一頭對嚟，yeah。阿三laksa 去蘭卡威，你阿毛包大食一個啊，omelette 啊。我伊去伊食 McDonald's， 伊講伊食 McDonald's 40幾年啊，50幾年，almost 60年啊。伊講 the worst McDonald's was in 蘭卡威。但係到你買啊，伊咁我別去唔知食咩。伊去 7-Eleven 買樓梯食。所以到後蘭卡威食樓梯哦。伊講食吉利，食歹食。係咪數下唔知嗬？在那是阿毛包講一個物件。食歹食就是食歹食嗬。係你老是千萬唔通食。我去特別 I think 伊就是食 McDonald's 是為食一關時食嘅 burger， 特別伊唔是成個講我去到啲 airport 嘅時候，我食 KL 背端嚟檳城 after 我係去南亞 concert 時，我食誒 burger 是咁樣嚇，伊是 green curry 嘅 chicken sandwich 係咩？好食喎！近年咯，McDonald 最近嘅，所以伊成你似啦。糊掉，哈掉。檳城嘅 McDonald 好食，大掉。伊大 KL 食檳城好食，係講上，大檳城食上，係講去蘭卡威有呢，未食歹食，然後去Bangkok個再上。阿種食唔食青菜呀？係咪會食？伊上量 Panda Express 我聽到。Panda Express 嘅
我 Panda Express 伊講嘅成個 Panda Express 是浪膠水嘅，看咗 Panda Express 好食啊，好食啊。Panda Express 都未上了嗎 ？LA 安尼真要食。我是未上了啦，特別啊，未講咁夾派食咯。冇，伊講嘅成個 for airport food Panda Express OK。但係 airport food OK。Panda Express 是一個 brand of Chinese food，是 delivery Americanized Chinese food。American Chinese。伊唔是 delivery，伊唔是 delivery。伊唔是成個你 food panda，唔是你 food panda。Panda Express 是一個American Chinese food 嘅 chain 嚟，一大 chain。One of the biggest, it's top 3。我唔知是 number 1、number 2還是。伊話你個 start 嘅時候，是 because 伊嘅頭家是我人上學堂，即到 Missouri 讀冊嘅時，所以伊話你 start 出來開嘅時候，伊就啲 mall 你翻嚟做啊，你仲會 exploded 變咗一大 franchise 去。特別是 public 其實I think Panda Express not public 哦。I think public because it value it's the value of Panda Express 時候 yeah but anyway Panda Express 是 American Chinese food 我冇話啥歹食啊我 American Chinese food 是 its own league 咧伊講冇別使講你甲我講咩定事你講做咩事咧這物件食我講我唔是講歹食，我是講 if 你到 LA 位 Los Angeles Airport 位食一 Chinese food，佢一個唔知必 pick 咪試幾杯一個 Chinese food。特別冇我話啥，我冇。So I give Panda Express like for me I will choice 我無通經了，無通經了，我冇落去啊咧。OK， 我嘅 option 上面我看到 Chick-fil-A 加你使食 Chick-fil-A。哦 Panda Express， tapi 我哥哥我也想食 Panda Express 誒，因為 Panda Express 是 American Chinese food，American Chinese food 是 American Chinese food 是 its own category of food 嚟。So 若是講我對 Malaysia 食 Panda Express， 我明白你會係你啦，特別我對呢，我3個月到啲 US 啊，阿咪到啲 Malaysia 我對嚟時，我想食 Panda Express OK 嗎？Because Panda Express 就是咁樣 McDonald's you know what you get。哈，對，一隻 standardize 咯哈。我未想啦 ，because yeah，伊 food 是安怎你 expect 誒，但有咧你其實成個我這邊嘅嗬，我山頂位嗬，我本來 Panda Express，然後有幾哪裡迄個Chinese restaurant 上海啊，咩啊特別上海是湖南，是食上海湖南菜咧，還是 American Chinese food？伊是 American， 伊是 Americanized， 伊是加工包 chicken 啊，咧 General Tso chicken， 我未去跟成個 General Tso chicken 是第一 common American Chinese food，OK？ 我伊咩Express Panda Express 冇賣，上海冇賣，我感覺去上海食，因為伊煮嘅加。特別好多食咩咯，特別我 feel 到好食係啥咩？嚇對，有咧啦有咧，特別我是個食 Panda Express 嘅，特別食上嘅 Beijing beef 加 mushroom chicken。Because Beijing beef 伊嘅 Beijing beef 是伊嘅 beef 呀嚇，伊有 better 淡薄，係伊煎得garing，然後有淡薄甜甜嘅 sauce， 我看就慣，看下我是個食。然後你 main 是揀係咪？我 main vegetables。啊不，我係咩唔是，我係 side vegetables， 我冇叫米，我叫叉青菜，伊是 kale 加高麗菜。哦，係即係我係 main 是哪裡咯？即係Beijing beef 加 mushroom chicken 咯 ，mushroom chicken 係就簡單嘅，呢就是雞巴加香菇。我唔捌食 Beijing beef， 我唔捌食 Beijing beef 好食，我就是講食 Beijing beef 嘅。Next time 我未食。Next time 你 try 嘛？我10幾年冇食 Panda。哎呦，我想食話，我是想講有當時人，哎呀，我繼續要食另一隻，嚇，我媽仔要食 Korean food， 後日要食 Panda Express， 我人哋看你哦。所以咯，我講你應似哦。嚇，特別我 actually 我本成似啦，我食這物件，我嘅 range 哦。of 好食嘅物件、歹食嘅物件，嗬，是無好食嘅物件，只可愛；歹食唔敢講。好食嘅物件，我會想啊，安尼本是好食，安尼本是好食。
特別 within 好似係 range 我冇成 category 啊。對，我不知。是哦。所以我那是安尼 consider 好吃就我而家真好吃咯。我唔是成日講，哎喲，我白干來食，我未食 Panda Express 嘅物件安尼，伊個唔知係咩物件咧。我是 rasa actually 伊物件真 standardize，所以真係物件本身好食嘅。我唔是，特別我唔是成日講，哇！我當見要食香港 Cantonese food，然後再去食 Panda Express 都冇啦咧。我以後半講。Chinese food within Chinese food 我冇上 category， 我冇上做乜嘢，我唔是講嗰成 Panda Express 梗係 authentic， 然後成我到啲中國呢冇很少啊。所以等於是有點心食嘅是 Panda Express 都經點心啦。看啦，你看，未講，那是講我想食咩物件啦，我唔想食 Panda Express， 我就想 Panda Express 咯。一陣我早回話食點心咧。嗱 ，OK， 你好我食，你再食一無好食嘅點心嘅 ，OK， 食 especially frozen 樣嘅 restaurant 特別嘅，你 frozen 嚟做，我咁樣食 Panda Express。我呢邊冇點心嘅數 ，unfortunately， 我哋去投沙。แล้ว係邊冇點心嚟講，แล้ว學你食，because 所以你咁樣食派食嘅點心，還是食 Panda Express？ 啊？我未食 Panda Express， 我今日食派食嘅點心，因為我真冇 choice。所以我未咯，我今日我今日食 Panda Express 佢派食嘅點心。我本事，that is 我今日食好食嘅。我係 Joyce 冇講只正啊，我本是有一間落勁吞食點心啊，我本特別我冇，我今日食好食嘅 fresh 嘅 Panda Express 佢冇好食嘅點心，冇好食點心。你食了胃，你知哦？你食個無好食，了個條河類，梗係冇得。我今日食 Panda Express。Panda Express agak貴類，一 price range。半幾嘅成啊，一成個經濟盤啊，啥經濟盤咧？一卡兩餸一湯咧，一湯啊，呢是兩餸一 side 咯，一 side 就是叉米，還是叉貝，還是菜，還是白貝。哦，哇！所以成家嚟，因為我去小英嘛，喺 Panda Express，等陣我都看位小英。你 Instagram 有看到，你去 website 啦，so many things to eat. Why he want to eat this thing？ 他們冇講緊咧，我唔想嚟食 Panda Express。嗱，哇！現代你拍廣告嘅。我擺頭嘅咪見，我唔擺呢頭嘅啦，我係冰島朋友我計做間據，我 before 伊。變到頭嘅事，你攏會記 P.F. Chang 哦。誒，嗱 ，P.F. Chang 就是high class 淡薄。對咯。actually P.F. Chang 啊 ，P.F. Chang 特別嗬 ，Panda Express 佢個atas 淡薄呢。對 ，P.F. Chang 嗬，有嘅 set 嗬，伊 recipe 冇上嘅，冇咁樣上嘅。certain state 嗬冇成 recipe 嘅，我去過Denver 嘅嗬，我伊心情無好，伊心情無好嘅時候就接。伊冇出 menu 嘅 certain thing，我說伊是有一個是咩 cumin lamb， 唔是佢一大 Denver 冇嘅。哦 ，menu 冇上啦。Anyway，P.F. 哇 menu option lamb 好食啊！係特別，我去食，我係叫 P.F. Chang 第有鮮嘅食咩㗎？像 P.F. Chang sauce 啊，你就落參嘅 mustard 啦，咩係紅椒啦、豆油啦，前菜個哦，呢就是嘅 special P.F. Chang sauce 啊。然後我特別去嘅時，我一條等人一袋嘅啦，一條，Do you want sauce？ 真係唔假鮮啦，你一就係落到頂嘅嘢，伊有一罐伊嘅就係 condiment 嘅 tray， 有 mustard 嗱，你有嗰啲咩？唔知咩 Kiki Coco 嘅 sauce， 呢度鮮阿摩啊！你 P.F. Chang Chinese 冇 Chinese P.F. Chang special sauce， 佢話到話 Do you want sauce？ 就到何王自己 condiment 咧就冇做。Because 我感覺 P.F. Chang 係冇得呢，你去 Panda Express 嘅朋友，我去皮威嚇，皮威夾把伊嘅姐。皮威是伊嘅 sister store 是佢只的家成家即 P.F. 即啲咧，特別你冇看好食咩？好食嗎？嗱，你看
即伊有即zucchini mushroom 嘅嘅吧。對啊，看是真水啊。我是了解Beijing beef，然後這是我嘅菜。有泰式嘅，我就去泰式先。broccoli cauliflower 加kale。好似係嘛？可看日拉路呢？因為我看個樣就得見，我未必肯定會去食，暫時去食 Panda Express 啊。Tapi我根本食 Panda Express 唔係 KPF 醬。即公包一根本好食，我講即香菇。對，伊公包一根本好食，對 Panda Express。對，我 Bruce 特別食公包一根本嚇。有時人食食 orange chicken 本。orange chicken 哈。誒特別。咁啲 sauce 嗱是講有淡薄甜啊 ，Panda Express 叫做伊袂上甜，但有甜淡薄。但是有咧，你去 Chinese restaurant 伊甜哇，甜到成個死人。對，伊sauce 上結啊，成個皮咧，可能就然後打咧成個淡嘅咧，伊打成個咧就伊 sauce。哎呦，哪有影嗬？我本 topic 就講3點鐘嘅，我咪 switch 轉去 topic。後悔啊！你人那是嚟 US airport 啦 ，Panda Express，你免到 airport 只較貴，你要嚟搞咧是本地是你個去取 Panda Express，然後你愛去嘅是。airport 有啦，特別 airport 較貴 ，airport 價錢較貴，所以你落飛機你去另外時，然後你 around lunch time 嘅時，伊 turn over 只濟時，往時伊想你 in between 你去個3點4點時，伊菜冇呢 fresh 當時，所以你就等 around 成 around 不差 dinner time 啦，7點嗰陣時嚇，伊出新菜時就真好食。Usually 我食是就是你 episode 當了都會係 Panda Express 八廣告Panda 好了我真係想食，我看 Bruce 講 dinner 會食 Panda Express。你俾 Panda Express 嘅 franchise 嘅時啊，伊 almost guarantee 你話袂了累嘅。對本對。伊 guarantee almost 伊 although 伊袂使 guarantee 啦，但伊甲你講啊。You will not lose money. 對，because 啲 brand 就係 strong 啊，brand now，你 consistent 嘅 food consistent 啊。你袂了累。是杜輝你去阿根索，你都減一人嘅生意啊，大餅。我講，伊嘅 food 就 consistent 呢 ，because it's mass produce， it's a McDonald 你看呢，伊叫一個 manufacturer of food 嗬，伊 manufacture，你我住個 friend 佢在做伊 manager，伊 chef 部啲咧，伊 manager 唔落去。because 伊是伊拍出來，伊有 timer 個上麥當勞，可能上咗佢裏面係落去長咯。阿冇做 friend， 阿冇咧 franchise 就未 survive 啦，但是你自己我俾驚就冇物件。所以裝包冇啲咧，讓 manager 會去落做嘅。franchise 嘅 F&B 嗰時 commercial kitchen。對。阿冇做咩事叫阿冇阿乜你 consistent 一邊食係好食，一邊食係冇好食，咪是死啊！你講特別講嚟講去 franchise 冇好食係物件，特別 Panda Express 我食個食。我原隻我係小隻 friend， 我係小隻嘅咩？當見 maybe 我看到時我 so long 那時對我 Instagram 嚟看到啊，看到隻我係 Beijing beef。Panda Express 冇好食，就俾安尼借等人話 North America。你講阿 John 阿下面啊 ，Panda Express fan。冇用嗰陣，Chinese food 你邊做 until every branch 就啦上地上冇用嗰陣。你口味嗰度俾客，即係你嗰邊客阿嬷頭先有都特別講嘛，所以你俾阿嬷，你嗰度俾客冇上人 ，actually 有啲人是成啊係咧即係。袂使講咧，伊是成較真夠勁嘅啊！就講，哎呀，我問你使我袂使食咧，袂食啊，等下只。特別對我嚟講，嗬，伊是無成 category， 所以我無成講去講 consider 伊無夠 quality 嘅上面啦。actually 是 OK 對話，咁錯你咪講咪咁錯。應該袂使講會有煮嘅事。未必夠煮嚇。特別夠煮，特別 unless 你看伊做。
lower grade 嘅上個人嘅 food 啦，對我嚟講，係冇上嘅 category 嘅 food 嚟。伊唔是 low grade，對我嚟講，係 good quality，咯就 I mean 係 good value 嚇。講個快，你即係係子，你係個解出嚟，個 fresh 一快啊嘛。你100佢以後攞嚟幾百？係即百掉 process 嘅 nugget 那可能吧。有咧啊，你去啊，你食 Chinese food 啊，你食你吧，你再講是假吧，唔是假吧。It's like 只 process 嘅啫。只 process，but 你解是啊，你係 texture 冇相嚇。即係我食伊 mushroom chicken 嗬，伊就是一推肉嚟嘛，所以伊肉是好食嘅，伊唔是成個講有嘅人嘅嗬，有嘅像 local 嘅 Chinese restaurant，成個大媽講你咪上海啊，咪湖南嘅咧，伊嘅肉嗬，伊是夾 chicken breast 嗬，然後伊嘅 batter。真正膠嘅，膠咧，係咧，你查都食到你面糊咧，係咧，我都未食啦，係咧。特別那是你食特 Panda Express 是 OK 咯，成個伊北京 beef 是，誒，我 curious，或者你去食是你 try 北京 beef 看什麼啥？到時我你就講北京 beef，當叫我要麥咧，我後句我特到時入邊叫。我唔係食過本。嚇，伊是你咪 especially 那時你食 fresh 啦嚇，伊是。伊嘅 sauce 淡薄成個京都骨淡薄，伊嘅甜，像伊淡薄紅成個係咧淡薄嘅得汁嘅淡薄嘅味，然後伊有ถั่嘅糖嘅可能味，然後伊嘅 sauce 特別 lightly 咧，無講就滴嘅，無講就膠嘅，然後伊嘅 beef 咧是，那時你食 fresh 嘅時候，伊是伊嘅 beef slices 咧嗬，伊 dredge with 淡薄嘅 flour 咧煎過一夾起來是咪是淡薄咖喱哦，咧 toss 嘅伊嘅 sauce。有 pepper 啦 ，bell pepper 咪。希望大講緊哪有啊？我usually order 公公 chicken yeah，but so next time Beijing beef。我驚出去冇加十個分鐘個 chicken 啊。嚇 ，OK。特別我十幾年冇食。做咩事都十幾年冇食咧？嘛不加別使講啫。伊是我食少食兩隻啦。我食少食個卡。我出去㗎，我只是甲朋友出去，我甲其實人真食少。我 travel 是啦，特別講食較亂啦。特別我帶厝是甲朋友出去食，我甲朋友出去較少講愛去 Panda Express。嚇，嗱我對來就教六倍幾多隻我少食沒有？入邊食 Mexican food。我直頭去 Costco 食伊 hot dog。哦。嗱，即係米飯 make sense 啦 ，because Malaysia 冇嘛，即係比較 authentic 嘛。明白啦，冇事，我就講咯，你就是講 authentic，但係你 category 嘅話 category 冇上嘅。I mean like，係面較 authentic 啦 ，because 我冇熟㗎。咁錯 ？Hello， 好冇？好，咁錯嚟，你會講 Panda Express。Panda Express 免談我類。啊！依家這想，甲袂使講想，做乜事？會食，你袂食嚟講 ，maybe 我食他們食去食火嘅好食佢。食阿吉諾摩多食這啦。特別阿吉諾摩多，我細漢咁大漢，我嘛就食頭一項阿吉諾摩多。我教我按照煮湯好食係阿吉諾摩多。我唔知，我未食這外口嘅物件。啊！你未必隨個尖嘅人啦，嚇，有人較夠勁食。會曉煮食嘅人啦，就衰。特別我本就夠煮食，是講我係 category 只款嘅。你是冇食個食是 because 伊唔知我未食伊物件，乜嘢會食？嚇，係咪數講嚇？冇好食嘛？哦，所以食就冇好食啦，所以未食。伊唔是講蝦米 commercialize 係咩唔是？我蝦米 commercialize 本。哦。我不能較濟冇食外口物件，食少食外口物件。即係冇上啊，冇上啊。甲 Panda Express 冇關係。冇上 category 啦，即是。伊物件乜嘢一隻會物件成個 fast food 嚟看啊。fast food 冇食好食，我就是講食 fast food。我是 fast food addict 喎。我就是講食 fast food。我冇食少食外口啊。I think 這裡唔是好食，冇好食。這是你สุก食，覺得太油了，哈，太油，炸，特別你。overcook
特別你食你有隻油物件 fancy restaurant 是食油呢，你唔知呢。你去食成個用煮你sauce 上面嘅了，你阿嬷食啊，一巴多就係你咪是油，你咪是油啊，你咪是油。是你講 broccoli 因為有 emulsify 啊，你看袂出。伊成個 cream 嘅款啊咯，對啊。pasta 啫嘛，佢我識個 butter， 這樣咪是有佢誒阿嬷包嚟啊！有條人食嘅物件，伊別打係你來咧幾多？哦，我講好你聽一個故事。阿嬷包故事。我病過嘅時啊，阿嬷包啊，伊就我諗嘛是去龍邊呢拍咯，所以伊要去坐迄個 paddle boat 咯就，所以講兩個人是袂使過150 kilogram 啊。你阿嬷包，我就甲阿嬷包講，我人是過啊。伊講 maybe 伊唔知 ，because 我是50嘛，所以伊講伊講阿家啦，我諗嘛排隊咯。排隊，而家喺平時啊，我要一個 scale 咗，我唔知講，伊係錢啊，伊講伊叫我面錢，伊叫阿嬷包錢，點貴？伊講伊無攤借。嚇！你要緊啊！我叫伊 on diet 過一年 retire 個當天啊，唔係 on diet。所以袂使另外一頂借咩？面教你排借啦。伊講袂使，伊 criteria 是安尼，一個人袂使過60 kilogram， 兩個人 combine 袂使過100。我一個人嘛過60 kilogram 啊我。你不是冇得借啊？Supermodel 嘅咧，把你會使起嚟轉啊 ，supermodel 嘅咧。冇得借啊，嘛就歹勢啊 ，because 我排隊要錢啊。你錢180。你叫阿嬷包 diet。diet 個安怎嘛別60 kilogram 嘅 please？ 免個60 kilogram， 我講就俾我講100，because 你去 horseback riding 得了啊，意思。冇伊back 有攰的字，我知。usually 你看你去多一位啊 ，Mexico 半好啦，你去 US 半好啦 ，UK 半好啦，嗰陣是100啊嘛。所以我話佢 on diet， 我講你若是無 on diet， keep 到位啊，免驚是看見了。我講 OK。60我冇未過。乜有人60 kilogram 嘅身？但係你是 Asian size 啦，我阿家。Asian 查甫咪是你真猜每個 Asian 查甫話就1 kilogram。我冇。啊，你冇個60 kilogram？一個人是80。哦，就80 ，OK。80嚇。80個可能60先。60我半蚊借啊。我成個是，我每成個80幾啊。哦，你按得60 kilogram 啊？哇！哎呦，你哋細啊！一嘅嘛，阿種安尼講，我真係食。我食食，你估安尼等住佢，乜啦 ？cannot justify 啦。伊同我講，伊講，maybe 咱兩個人 we can squeeze by。會啦，你成個 even up 淡薄啦，嚇！你食食。subsidize 呀 ，because 我冇覺得。就講100啦，你有時我講白啦，咱個 knapsack， 伊講咱係 knapsack 條 short， 咱免講 knapsack 係大柄啦，特別白隻去啊，我睇咩數，意思袂使叫你 combine， 冇伊 capsize， 一人想當伊 capsize 係定，冇攤借哦。本時好啦，當然對我啊，咩準？OK，係咪裝係準？paddle boat 啦，一隻硬你啊！哦，即係一隻酸啊，你看啦，好啦，呢 paddle boat 啦，係你一人一邊嘅，一邊嘅，我同你講，你一邊小當啦。哦，成日你滴滴玩沙，對，阿三 this trip 都有借到人車。啊，借到人車。冇，特別當見人車冇咪爽，當見人車一做只嘅了，一插花，你看冇咪想噶，頂到啊人車是。你唔是正要坐去倒落去，伊是正個坐小，坐小你翕小影嘅嚇呐。我甲我包古早是嚟正坐年啦，唔知30幾年啦。我坐過啊。แล้วว่าน้องมาเจรถตัวกอมตาละแล้วตัวก็อีใจว่าลังขี่เลยคอร์ดคอนวอลเลสอะเป็นคนเสอีกก็มาก็โอเค咯。你講會啊，當然冇啊，當然就跌呢。我咧要要啦，要 fix price
唔知我別記啊，唔知是50塊是30塊 ，something 咁款就對啦。迄條錢路啊你，我錢啊，我錢，阿莫包講，人經一間少年人較有力，我講，那我心度女，我感覺老人坎坷貪女，我學你老人貪女啦，對，我是想想嘛，然後嘛叫你，然後我講阿姐啊，你打我，伊講免驚。借佢嘅話一大病，喲，感覺心臟病。哇，佢係坎坷呢，你真係，然後我未得閒咧，我結果迄個借住咧隻啲俾我介叫佢 stop， 直頭 stop， 我見講，安尼抓住佢，你真係，我甲莫伯講，我只要說，我介講咩啦。嗱，莫伯講，就是你咯，我叫你經歷個零眼少年嘅你買，我自己留嚟，我一個咧留，我介講，咩啦阿姐，咩啦，我人老姐講，你紅正大隻。bắt đầu kêu là ATC về electric bike à. Hắn nói hỏi sẽ用 electric bike à vậy nè, muจะกับกี่ motor assist. ท่านนายหลังเทีย you already 有 motor assist 所以打หอ睇กับกี่พังแล้วแล้ว after that อีให้โบละแล้วหออีกก็จะตัดแล้วก็จะปังจ้ะ啦冇計冇計我在馬考嘅人車有通唱卡拉 OK 幹嘛？哦，嗰陣唱卡拉 OK 叫。誒，但係我still未 get over the fact that 我佢家是 under 60 kilo。真係咩？我唔知，我哋想話你咪是只要咩咩嘅咯？啊，真係。你咪是。我係 Christmas tree 我比我得管。你去騎下，你 Christmas tree 有幾管咧？ Christmas tree 你管一個？你 Christmas tree 管本來幾條？8條。我7條。你去騎下邊去看，你去騎過去。Christmas tree 是6條呀，我㗎。所以你4粒紙喎。你4粒紙呢？伊講佢伊去Canada，伊唔知道去無用 passport 過 Canada。嚇。伊嘛伊個咩 foster family 帶阿妹車嘅 ，and then 伊成個陪到冚起困咗邊冇晒過 Canada。誒，講看，你講我唔知。我冇聽過，我冇聽過。Before 9/11 就應㗎嘛，你去 Canada 我聽過。對。伊成個我有夾 passport，特別我大車阿妹困咯，然後。我夾陪到夾迄時，我 Thanksgiving 是怪冷啊嘛。咁個嘢是一樣 ，because 我host parents is 個是 military 嘅啫。然後伊個呢樣個呢學 driver's license 嘅嘢啊嘛。對。然後伊個是 military 啊，就係人暑假解講話啊嘛。伊是 veteran 啊。然後樣講，哦，我請。因為車停，我聽人講話，我車嚟咯，我車嚟自己嚟，我頭出嚟，佢一探攰成個冚啊，佢嚟講阿妹住人，我話後面，佢是馬路過條關個啦，係哦，伊冇去 check 本啊 ，immigration 啦，係個搞到退 passport 啦 ，yeah， 哦，我成個一頭困掉，一頭攰個冇咧，最嚟是接嚟是。伊樣有知，但我樣講，樣是即教一個可以看伊個即個，了解別叫別人嘅 ，because 我 host 媽有嘛，了個話大妹，唔是講別一頭貴，唔係特別 ，because 你就 stop 你喺看 veteran 有 start 解講話了，所以嘛是講，然後請唔是，然後咁大家奇怪，小到想我人別頭，喂 ，smart girl 你去。Canada 你看這個香港講 Panda Express in Hawaii is the best in the US. Okay. Maybe 這 Asian 數把這那時我再調去 Hawaii， 我 Hawaii 真貴，所以我未講。真真貴啫。我朋友有這個 Christmas 樣個老未去，我未去小貴啊。我 feel 到成個 Hawaii 好。定之時我頭啲背機時，
我對飛機時，樣就 describe 我哋個樣阿嬷講話落 landing 時講，哦 Hawaii Penang is just like Hawaii 啦，講人哋定當時樣大，係咧because you know can 是大啲 US 人特別大一大啲 Hawaii 大漢嘅，所以講哦 Penang 啊 just feels like Hawaii 講佢 Penang 時，所以我今日對 Penang 係白嘅。路人啊咧，但係佢背起啊咧，佢類。我唔知話我唔把背起。背幾多啊？個600塊喎。哇！你得你背咯。到 California 嘛朋友 ，because California 幾近嘛。哦，我唔知本啊。我那沙 Hawaii 我是攞 on my list 啦，暫時。強哥你嚟隨話，邊兩個隨話？了咱免食 Panda Express，咱去食豬叉。我有個打包好咯，有個打包好咯。咱食豬叉嘅啊！但係咱去下你好，就我講好似係咩啊 ？Family style， 家事啊，家事呀。家事呀，唔對。Anyway，OK，freestyle 講個3點半鐘，感謝啦大家。I think 我哋會 split into two 啊。So 這個禮拜講到這邊先啦嚇，大家真歡喜咧。搭個車條個，唔當見當我咪去食 Panda Express。我落曬。我點咧 ？Oh my god！你落曬 episode 咧嗬？我 food Panda 掉3個 episode。3 episode，特別這個 episode 落2集，但係先係 split 住，half 分鐘落4集。冇講嚇，故意冇講。哦，誒 ，OK，但係我講 skip 掉。但係 mini 故意 episode 嚇。OK，講到這邊先。你咪 cut 出來咯，係你有史以來邊嚟學緊對地故意。點解還沒掛出來做這個？聽講會升咗了。誒，但我想未 try 在哦，我想未 try 了，講哎呀，買嚟聊嚟點想啦，反正做一聊啦嘛。你我咪是琴日我就 start 做佢哋點講啫？特別嗰時講白出機嘅白啫，就講到白出機時，毛股出現，講個鬼告訴，然後我被 start 了，我 already start 了，你白出機，然後肯定好像出來，江湖驚出來喎，我是講鬼嘅家己。即係特別我講係咩？allow educate。OK，感謝大家收聽呢塊，等我嚟繼續再見嘅。感謝埋清早起聽嘅聽，加5點個到你同我哋寫本嘛？嗬，大家八針不18針。感謝大家，禮拜再見，拜。Hey, to me, Chinese food is being whitewashed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ir localized taste to suit white person. It reflects Asian resilience, adapting to the environment. 對本，我們是那感覺特別。That's why 變咗成個幾隻 category 咯，成個人食媽媽愛 food，我是個印度嘅 food 冇咩想啦，嗱 localize 嘅。Anyway， bye，感謝禮拜再見，bye。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 到這邊為訂邊啊一看訂你 subscribe 訂看訂聽訂下你就精現條錄音是同啲啦，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拜。哎呀，唔夠 stop。